Citizen 的手表，包括刚刚我们讲的30周年 ProMaster 是限定表款，在表盖的部分呢会有 logo， 然后有编号，而且有陆海空不同的风格，欢迎大家稍后可以进入品味时光屋，到7月21号以前都可以参观，然后欢迎打卡分享，做问卷就有机会得到冰咖啡。智者导演呢？你有什么值得纪念的，或者是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广告脚本的题材延伸出来的故事是什么？当然就是今年的作品终于就是在自己心里面10年的梦想，就是要呈现给观众。对，今年对我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，是，所以就是会买个表犒赏自己一下，纪念一下这个时刻。这样。电影大概什么时候要上映呢？11月。11月，好，这个电影我已经看过了，非常厉害。因为导演关注的是喜憨儿的故事，包括喜憨儿的爱情、喜憨儿的亲情、喜憨儿的友情。一般人我们都不会关注到这些细节，那家人之间的互动。谢谢你拍出了一个好故事。11月要上映，我们诚挚的邀请 Citizen 包场支持啊！哎，总经理多，为什么吴慷仁这么好赚？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台词，你就笑一笑就收工了。我那时候也问导演，就是说，哎，奇怪，我的台词呢？对啊，你是被排挤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你得罪人了？后来导演就说，也许你可以试着用你的眼神 ，OK， 你的笑容是。跟导演就是阵容沟通，就是一切在很有默契的状况下说，哎，是刚下飞机，对的，我刚下飞机，根本不用讲什么话。要看他要不要找我演戏。没有，现在决定权在他。如果他要马上再导第2部，没有，其实我们还蛮有缘分的。就是今年台北电影节，我才突然想到，他第一次拍戏拍的片是叫陈君志导演的片。那陈君志其实是我国中补习班的老师，是假真的。所以，然后我最近也是在想说，要不要把我们以前补习班成功补习班啦，要不要把成功补习班再拿出来拍一个电影？然后就刚好又看到他，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缘分。希望你到时候有空。有空。现在片量很小，真的是很有缘分的一个事情。所以会想要帮他，就是塑造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塑造一个什么？他可塑性很高，不用塑造了。就是我今天还是初期在想，只是刚好我今天也是突然在想这件事情，就觉得好巧，真的很巧。